唔知影大家敢有去坐过迄种敢出来佚佗一天的游览车？迄面顶啊，拢是阿公甲阿嬷，啊因看起来精神拢真好哦。我讲无两句话，因就拢困去啊。啊，亲像即种若讲话就哈戏，啊讲过就袂记的人客，就是上好的人客。有一摆啊，我咧卖迄笔甲纸嘛，哦，生意真好，20组一届就卖完啊。我想讲，无就来试看卖，因是真诶记忆真歹。所以呢，5分钟了后，我又搁摕出来，搁卖一届，又搁卖完啊。哦，迄天干那笔甲纸就卖要200组。其实吼，迄天是干那早20组去哩尔啦。我就是卖出去，搁甲收转来，搁卖出去。想袂到因啊，唔若讲过就袂记，连买过嘛袂记哩。我较早坐游览车，我就足注意啊。你捌坐过游览车？哈，毋是我坐游览车啊，你驶游览车？伊咧我驶游览车。你去有游览车弄着。哦，安尼有合理啊。游览车的动汤啦。本来真缘投啦，过叫车恁到过面啦。喂，喂，无啦，伊较早游览车的物件我都有看过啊，哎呀，细汉时阵。嘿啦，迄个古锥道吼，就拄我孙仔咧讲，伊咧讲的时阵，我就想到迄个画面。哦，你这个想要起来，想要这个想要倒就无想要起来。即种咧讲老人迄个感觉拢有出来嘛。